这素包子，难道是金木给我做的？早知道昨天晚上不该贪杯的。 这妖族的侍女可真是贴心呢。是你，青木呢？妖族中人惯食用荤腥，这素包子，难道是青木给我做的？ 孺子可教也。假戏真做，他不会假戏真做了吧？这当师傅的感觉确实不错。他让我在这等他，又要耍什么花招？ 待会儿我吃饱了，陪我出去消消食，可好？你不去，我可自己去了。那个包子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，但这个桃花娘她肯定喜欢。后池，后池呢？又没等我单独行动。神尊，那女君出身于玄狐族，是长眉长老的徒弟，名叫北池。可有看清那女君的长相？ 未得神尊之令，子还未敢现身。只是我拿着神尊的画像给那侍从辨认，那侍从也说北池长得与小殿下极为相似。北池，那另一个人呢？是他的药童。药童，一只杂毛狐狸，名叫楠木。北池楠木，定是化名。昨日森宇设宴款待，北池孤身前往，留那药童一人在房内喝粥。这一唱一和的，许是相识良久。神尊，这二人化成医者入宫，可是有所图谋啊？能图什么？难道还能图本尊不成？